大家好，我係莊清。上一集我講過，我哋喺澳門用花牌自尊呢個玩法，試過一鋪贏500萬。今集我唔再淨係講個故事，而係會將成套方法完整公開。點樣由416張牌開始，只記住2個數字，計到邊一刻賭場優勢會倒轉，變成玩家有正期望值。規則、計法、投注表同埋點解同一套方法今日已經冇以前咁高效率，我全部一次過講清楚。不過開始之前，我要先講清楚一點，識計唔代表每一次去澳門都一定有得落注，有正期望值，亦唔代表嗰一鋪一定贏。呢套方法真正做緊嘅係等一個原本對賭場有利嘅投注，喺牌嘅比例改變之後，變成長期對玩家有利。花牌自尊係百家樂其中一個邊注，有啲公開資料會叫佢做 Monkey No Monkey。佢只係莊閒最初派出嚟嗰4張牌之後有冇補牌，同呢個邊注嘅結果冇關係。牌會分成2類 ，J、Q、K 係公仔 ，A 至10就當非公仔。即使10喺百家樂係0點，喺呢個玩法入面仍然屬於非公仔。如果最初4張牌全部都係非公仔，投注1蚊，純利1蚊，即係1賠1。如果4張全部都係公仔，投注1蚊，純利50蚊，即係1賠50。只要4張牌入面公仔同非公仔都有，呢一注就輸。玩法聽落好簡單，但問題係點解賭場肯俾你4張公仔賠50倍？因為一副新牌入面公仔始終只佔少數。澳門百家樂一般使用8副牌，一副牌52張，8副加埋就係416張。每副牌有 J、Q、K 合共12張公仔，所以8副牌一共有96張公仔，其餘320張就係 A 至10嘅非公仔。用完整新牌計，4張全部係公仔嘅機會大約只有 0.27%，4張全部係非公仔大約係 34.86%， 其餘大約 64.87% 都係混合，亦即係輸將50倍、1倍同輸1倍全部計埋。一開始亂咁買，平均每投注100蚊，理論上大約輸 16.50 蚊。換句話講，正常情況之下，呢個根本唔係一個值得買嘅投注。但關鍵亦都正在呢度，呢 16.5% 即係按照新牌嘅正常比例計出嚟，佢唔會由第一鋪到最後一鋪永遠不變，每開一張牌，剩低嘅公仔比例都會改變。假設一路開出好多公仔，牌下入面剩低嘅公仔就會變得特別少，咁4張全部非公仔嘅機會自然上升，1賠1嗰邊就可能出現正期望值。調反轉，如果前面開出嘅公仔特別少，牌下入面就會積聚好多公仔，去到某一刻4張全部公仔賠50倍嘅機會，亦可能高到足以抵消其他大部分時間嘅輸注。所以呢個玩法最反常識嘅地方就係公仔特別少可以買，公仔特別多亦可以買，最唔值得買嘅反而係公仔比例接近正常嘅中間位置。我哋唔需要估下一張係 JQ 定 K， 亦唔需要估莊定閒，成套方法只需要記住2個數字。第一，仲有幾多張未開嘅牌；第二，仲有幾多張公仔。如果台面使用完整8副牌，而且所有離開牌你都睇得到，開局就由416同96開始，每派1張牌，無論係最初4張定係之後將閒補牌，總牌數都減1。見到 A 至10自減總牌數，公仔數不變；見到 JQ 或者 K 就總牌數減1，公仔數亦減1。舉個例，開局係416張牌，96張公仔。第一局一共派咗5張，當中有2張公仔。下一局開始之前，你記住個數字就會變成411同94，之後每一局都照樣做。你唔需要記住開過邊一張 A， 邊一張7，亦唔需要記花式，只需要維持總牌數同公仔數2個數字。但係呢度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前提，如果開局有暗銷牌，抽走咗你睇唔到嘅牌，或者中途有任何牌離開咗牌匾，但你唔知道係公仔定非公仔，96就唔再係一個確定數字。呢個時候唔可以照抄416、96，再硬套我下面張標。簡單講，2個數字版本成立嘅前提係所有影響剩餘牌組成嘅牌你都能夠辨認，否則就要將暗牌當成一個機率分佈再計，已經唔係今日講嘅簡單版本。假設下一局開始之前，總共剩返 N 張牌，當中 F 張係公仔，咁非公仔就係 N 減 F 張，4張全部公仔機會就係由 F 張公仔入面抽4張，再隨意由 N 張牌入面抽4張嘅全部組合。4張全部非公仔都一樣，只係將 F 換成 N 減 F。公式我會放喺畫面，4公仔機率等於 C 括號 F 逗號4括號除以 C 括號 N 逗號4括號4非公仔機率等於 C 括號 N 減 F 逗號4括號除以 C 括號 N 逗號4括號 EV 就等於50乘以4公仔機率加4非公仔機率再減混合機率。大家唔需要背條公式，你只要明白我哋將3個可能結果贏50倍，
贏一倍、輸一倍，按照各自發生嘅機會加埋，答案大過零就係理論上可以投注，細過零就唔投注。例如正反60張牌，如果公仔只剩9張 ，EV 大約係正3.81%；如果公仔多到22張 ，EV 大約係正6.78%。兩個情況都可以買，但如果公仔數位於10至21張之間，就仍然係負 EV， 唔應該投注。呢個就係點解我話唔係公仔越多先有利，亦唔係越少先有利，而係兩個極端都有機會，中間冇機會。以下張表係按照4公仔純利50倍，4非公仔純利1倍。混合輸1倍計算，不過我要特別提醒，張表顯示嘅係數學上剛剛大過零嘅界線，唔代表實戰一定要貼住條界買。好似80張牌、28張公仔，理論 EV 只係大約正0.26%，數錯一張牌賠率有少少唔同，或者有暗牌未計，嗰點優勢已經可以完全消失。所以真正實戰，我唔會只問係咪大過零，仲會問個優勢夠唔夠厚，足唔足以容納操作誤差同風險。正 EV 同值得重注係兩回事。你睇完張表，應該會發現一件事：一副牌啱啱開始，公仔比例通常都會喺中間位置徘徊，真正有得投注，多數要等到排鞋後段，比例偏離得夠遠先會出現。所以設牌位置對成個項目影響非常大。我哋初期操作嘅時候，場方未必即刻相信呢個玩法有咁大問題，為咗俾客人睇多啲路，盡量用盡副牌，有啲台留低嘅牌非常少，最高峰嘅時候去到排尾只係剩低10幾張，咁我哋自然有更多機會等到一個極端比例。上一集提過，我哋就係喺呢種環境之下試過單次以10萬投注4張全部公仔贏到500萬，但我哋出手之後情況好快就改變。場方可以降低投注上限，亦可以提早停止派牌，由以前只留10幾20張變成留50、60甚至70、80張，最有價值嗰段排尾直接消失咗。呢個影響唔係多留10張就只係少10張機會咁簡單。因為越接近排尾，公仔比例越容易出現足夠大嘅偏差，場方將最後嗰段截走，出手機會可以大幅減少。實際少幾多倍就要視乎設牌位置、每局用牌量同成副牌嘅走勢，唔應該未做完整模擬就硬講一定係某一個倍數。亦都因為咁，呢套方法今日就算數學仍然成立，都唔代表回報。同我哋最初操作時一樣，公式冇變，環境變咗。今日到底仲可唔可以做？答案唔係簡單嘅，可以或者唔可以。計牌方法本身仍然成立，但你去到現場要先確認4件事：第一，張台係咪真係用同一個玩法同賠率；第二，有冇你睇唔到嘅暗燒牌或者抽走牌；第三，投注上限係幾多；第四，荷官通常留低幾多張牌先停。截至我錄片前收到嘅現場資料，美高梅同新濠天地部分台面嘅花牌至尊投注上限仍可能去到30萬，但賭場有冇提供呢個邊注邊張台有投注上限同設牌位置，全部都可以隨時改。大家一定要以自己當日喺現場見到嘅規則為準。同一間賭場唔同台唔同荷官，實際留牌位置亦可能有差異。如果場方冇一個完全固定嘅設牌位置，有啲荷官可能因為習慣或者落設牌卡嘅位置不同，偶然留得比較少。你真正要做嘅唔係一去到就立即下注，而係先巡場記錄同觀察。但我唔建議大家聽完今集就拎住張表當成穩定外快，更加唔好因為見到正 EV 3個字就以為短期一定贏。假設一注 EV 係正5%，意思唔係你投注10萬就一定贏5000，你仍然可能即場輸晒10萬。佢只係代表如果完全相同嘅機會可以重複好多次，平均結果先至有利。但係呢個玩法出手機會少，波幅大，而賭場亦可以隨時改規則、改限紅或者加深設牌。如果你本身會去澳門，想親身理解職業賭徒點樣由規則、數牌、計 EV， 再去到現場機會，呢套方法係一個好完整嘅實戰例子。先用細注驗證自己有冇數錯，張標同現場規則係咪一致，會比一開始就重注合理得多。所以花牌至尊真正嘅操作方法可以濃縮成4步：確認規則同所有牌都可見，由416張牌、96張公仔開始，每出一張牌就更新總牌數同公仔數。當公仔數落入投注表嘅低位區或者高位區，而且有足夠安全邊際，先至下注。我哋當時贏錢唔係因為估中下一鋪，亦唔係因為有內幕，而係賭場開出一個固定賠率，但牌下入面嘅比例會一路改變。只要比例偏離到某一個程度，原本屬於賭場嘅優勢就有機會短暫轉到玩家一邊。而賭場後來最有效嘅反制，亦唔一定要改條公式，佢只要提早截走排尾，降低投注上限，甚至取消個邊注，就已經可以令一個數學上成立嘅方法變成實際上冇乜效率。
呢個案例真正值得大家記住嘅，唔止係一張投注表，而係一個職業賭徒最基本嘅思考方式：先理解賠率，再計真正機率，最後先判斷現場有冇足夠條件，將數學優勢變成實際收入。雖然花牌至尊最優質、效率最高嗰段時間已經俾我哋完成咗，但正如我之前講過，全世界嘅賭場仲有各式各樣、數之不盡嘅新玩法同漏洞。只要賠率同真正機率之間出現落差，就仍然可能有值得研究同實際操作嘅機會。而家我哋亦都已經開始準備，下個月會去另一個地方進行下一個項目。今次呢個項目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可以容許完全冇經驗嘅新人一齊參與。對於一直想接觸職業賭徒實戰但又未試過真正落場嘅人嚟講，呢種機會並唔容易遇到。如果你下個月有時間，又對呢方面有興趣，歡迎你聯絡我了解一下。唔一定要即刻決定參加，大家約出嚟食個下午茶傾下偈，互相認識一下都可以。聯絡方法就放咗喺影片簡介入面。如果係你會覺得呢套方法最難嘅部分係一路維持兩個數字，定係明知有正 EV 都要承受一鋪仍然可能輸晒成注嘅波動？無論你有冇興趣參與下一個項目，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對今次花牌至尊有咩睇法，或者有邊一部分想我再拆開詳細講。大家嘅留言除咗可以一齊交流，亦可以幫呢條片增加熱度，等更加多人睇到。我見到大家真係有興趣，自然亦會更有心機，繼續將呢啲真實項目同背後嘅數學製作成影片同大家分享。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有價值，記得讚好呢條片，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新片通知嘅鐘仔，亦都可以 like 我嘅 Facebook 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多謝大家。